完整的包括一切，主要是一种的接受。佛在自然内底当中，众生面的风景好诶，美丽三面水秀，养育众生，赏心悦目，风和日丽。我爱，我一直咧有啦吼。众生就是安嘛，但是爱就是啥？就是台风啦、比如大火啦、死亡啦、海啸啦、地震啦、大浪啦、寒风啦，迄个啊吼，是咱无啊。所以人类只要在心中上不老这方面，伊爱，但是上后边一就是真人法界没有限界。今年的佛改无限制，就是讲他两项都有，这等于条路，因为人较人袂就是那，你袂合我的意思，我着爱安怎，你着爱照我的意思安怎，无法安怎，我着该安怎。安尼有好无？但你人得较体谅者，或者较包容者，爱的习惯，当然人互相要纠正这是好。你咧要求到尾啊，两个翁某为着饲养到自家离婚一条。某就是讲，明明家到对后壁颠，啊，对，我对头前颠了，我才对后壁颠。两个意见袂好啊，而家咁样吼，后面者也到而家离婚。啊，你看有种生无？啊，所以这个物件种生就是咱拢爱合我意，你无合我意，我就接受。习惯都一样，我来这里有。风台好无？风台个淡薄无啊，但係真欠水啊，真水我达了空啊，当时安尼。但是按雨来，我不要风台来，敢有可能？风台是大雨来呢，无风台敢大雨来？安听啦吼。咱大家地当无？会。但是若伊看面去当中，咱台湾即地较早嘛地，即地土地，即地台湾岛嘛是地大块挤压，挤出一块台湾这个岛，小西边或者破开来。看起来呢，咱人拢要去使用地咯，拢要去面咧净土，啊，听着死，心着惊，安全无爱外面，我要死要去使用地咯，啊，听有意思无？啊，毋过啊，把这个马腿往大去，啊，靠，有可能把这个马腿大，这个叫做观念，伊这是一个工具，重点是你内心说的这个自信，你心情就转到你的净土，毋是惊，毋是我爱初心，我爱初心，毋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第一，而且当中，我拿这该说吼，一颗的种子，问寒玄坤，我们的情，这条经济哦，温润的乾坤，伊相对是不了。咱只要切到这个多，只要切到这个点的一张切到改点的一张丢啊改点点，这样丢啊条大张了，伊一粒生偌济切到进来，你听。直接切到进，都甲黑了，都甲生出来了后，偌济直接生出来，现在偌济。啊，你听有意思无？因这样开始，而且延伸到尾，伫世界慢慢生。所以这点的潜力活动了啊，一个决心改变、改造、康克而来的宿命。咱今日修办咱的决心，改变咱过去康克的宿命。咱过去，咱过去到现在，甚至爱过一个未来。修养学到的决心。那今日，这个决心，大金要早成就，没有决心，那你就没有力量。好，这个悲观完整千万相信的换国地方。给你有信仰，你这两个中心，未来我们怎么经营一而胜啊？就叫做悲愿。完成对抗的希望有利的，这种是有利的，这种叫做悲愿。我想都是对的。咱修的无量尊重，不是你要向我鞠躬，我就很高兴，不是这个道理。我袂当这做代志，我很惭愧；我袂当这样的希望做代志，我也是很惭愧。今日咱去做这边的是了，对咱这样的希望，你有需要，我透过的这个团队来做这个，我常会给陈老师。跟陈老师常来一个班，伊讲，吴姐，你做这个事情，我们都在规划。我不要台湾有个点，我立志要5万床，
伊讲伊意思讲，伊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医生啦吼。伊讲我记得一万条啊，我们能够合作。伊讲也当给我出给咱的野性，来咱做，咱未来我们未来来来讲完成。伊嘛要做一种义务的，即足侪人要做义务的，足侪人要做爱心的，所以昨天那个陈律师就跟我讲这些，我嘛听足满意。伊主动要跟咱合作，咱以后有机会就要大家团结，大家目标一定，我们的机会不是很远一个坚持就圆满无缺的得胜，坚持，这个坚持，坚持就要坚持原因不要半途而废，不要半途。咱看到这个赛跑，但是虽然讲为跌倒，为落后，只要你没有放弃，你都有机会。因为头前我们还在跑道中，我们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赛跑还没有结束。你不要把你自己先结束，唔通把你家己先结束掉，你无希望。因为安怎讲，足侪人360、80、4万8千人，无大家看到足天性、足清晰，但是他要跑到始终如一，如果没有这个坚持，没有办法跑到。所以今日你的修完的来这当中，一定要坚持。这点是一定要知影。大将军成万古夫，脚底有代表多少的生命的史。因为有成就你这样讲充满可苦啊！因为已经过去20世纪大战、第10大战，伊有偌济人死亡了后，伊到我种生着的5千上下、4千上下，少还是讲5千上下，什么红二本战争啦、国共内战啦，什么一大堆啊。但是遐个人当中，领导那群人去打仗。所以呢，偌济人死亡，偌济人偌济人家己偌济人的尸体变了，敢会讲袂起来？今日咱有足侪兄是试卖，今日就是咧卖卖。嘛，即阵兄是试卖，互咱有去了解学的机会。那么即阵兄是试卖，大家拢已经学识你去做，你无机会去做，所以即点一定要了解。红的就是原谅我